有40小时的课，很多堂课哟，有的课程短短几分钟，自由看影片上课，然后有时要考试哦，通过以后得到证书诶。登入不一定要用 Google 账户呢，不然哦 ，Google 账户被取消的话，这个数位学程资料就没有了。